国际新闻来看，南韩首尔甲京畿道地区，昨因为落大雪，传出真侪灾情，航班的起降嘛拢受到影响。有真侪台湾的旅客拢伫南韩的仁川机场无法度回国。今仔早起有一班已经登机，准备要飞转来高雄的航班，嘛因为机场流量的管制，佮暂时取消。目前桃园机场嘛有21班飞南韩的飞轮机嘛受到影响。 大量的台湾游客洪留伫南韩仁川机场，南韩首尔甲京畿道地区27落雪是8年来上大的落雪，袂少航班因为安尼受影响，无法度起飞。机场内底的电子扛棒，大量的航班显示会延误。是一直 delay 嘛，然后在机场睡了1天，换了班机之后2点要飞的，然后现在又被延迟到下午5点了。由于仁川机场目前的航机流量管制。 我们起飞的时间必须要再延后。毋但仁川机场的旅客防延误，华航这班原定透早7点外对高雄小港飞往仁川的班机，本来已经登机啊，嘛因为仁川机场的流量管制，机长广播要求旅客落机，去候机室等待。很无奈遇到大雪，因为原本一大早要飞，然后到那边中午就可以到那边开始所有的行程，然后现在变成打乱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飞。 华航4I164因为天气延到中昼12点半起飞，桃园机场影响搁较大。宜宾南韩往来桃机的航班，目前有大约21班通报延误。专家提醒旅客，要保障自身权益，会使投保旅游不便保险。每延误3个小时就理赔6000元的哈。那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延误4小时以上理赔比方说6000元，或是延误6小时以上理赔。 专家表示，旅游不便保险大部分是照延误的时间定额理赔。拄到班机因为天气等原因延误，会使有搁较侪应变选择。但嘛提醒旅客注意相关理赔的条件，以免影响权益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管高雄桃园报道。